来关心这一届 APEC 会议要伫咧美国的旧金山来举办。那目前大家上界关注的，都是11月15，拜登甲习近平的拜习会。不过，即马会议都还未开始咧，就为美国各地来的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，就伫咧会场边仔伫咧抗议习近平，而且表达因追求自由，也佮有民主的诉求。结束中共暴政。发口号要求结束中共暴政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日14到17访问旧金山，参加 APEC 会议甲15个拜习会。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伫旧金山有人提标语游行，有人发起汽车大游行，伫 APEC 的中管集会来抗议。我们不允许中共的独裁者来到这个美利坚的自由的土地上。中国民运人士王丹、王军土等人伫旧金山发起中国国事会议平台，参详结束中共暴政，创建民主中国。他们没有信心改变这个现实，于是他们在这里，在世界的各个地方，还在假装可以和这个政权共同谋求世界的和平发展。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也甲民运人士见面，佮批评美国商界开4万美金，甲习近平才暗顿是一个笑话。How does that conversation go? Wow, this filet mignon is a little dry. How's your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of over 1 million Uyghur Muslims going? Congrats on completely crushing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. 盖拉格批评美国商界若认为武器批评中共，就应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，以后一定承受更较大的痛苦。而且满足安尼独裁者不止伫道德上有错误，政治上也正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